OK，今日同大家嚟探討一下 Team 點解要為咗嗰個相親角嘅事件嚟發聲道歉呢？咁因為我覺得，因為佢比較主要封面人物啦，佢嘅名氣比較大，所以當佢有一件事可以影響到一啲風氣嘅時候呢，咁佢就需要道歉嘅。咁但係作為創作方面呢，我個人覺得係冇任何嘅問題嘅。咁 Team 佢自己又話審視翻佢以後選嘅一啲題目啊，各方面，因為嗰個相親角嗰個嘅初衷呢，係為咗回應一啲粉絲啊一啲留言嘅，所以其實內容方面呢，係冇咩問題嘅。有啲人利用咗佢呢個去做一啲內容啊，為咗博取流量。因為嗰啲為咗做流量而做嘅人呢，佢係畢竟你嘅初衷係好定係壞啦。對於佢哋嚟講，做到流量就得噶啦，不在乎好定係壞嘅。咁只不過件事件越嚟越俾人帶偏咗呢。咁其實件事當事人係控制唔到嘅，因為呢一個網絡嘅時代，你講任何嘅嘢係唔需要負責任嘅。不管你係講大話又好，講真話又好。咁既然講大話都唔需要負責任嘅話，咁自然就有人利用大話呢樣嘢嚟去賺錢啊，去牟利啊咁樣樣。即係好比如有人發明咗把刀，咁有啲人會攞去救人，有啲人會攞去煮嘢食，咁有啲人會攞去傷害人。咁你係阻止唔到人哋會攞呢件事去點做噶嘛？咁唯一自己可以控制嘅就係自己嘅言行。自己嘅動機，至於人哋點樣攞嚟炒作啊，或者點樣樣，呢一個暫時網絡嘅時代呢，都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嘅一個問題嚟嘅。咁阿 Team 都講呢一方面，作為觀眾嘅話係冇問題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呢，其實觀眾都多多少少自己會有責任嘅，因為依家呢個世代你要喺網絡睇嘢嘅話，作為觀眾自己係必須要有一個對網絡呢一樣嘢嘅一個認知嘅，就係睇網絡上邊嘅嘢，其實你信一半已經好多噶啦。因為網絡充斥住各種嘅虛假新聞啊嗰啲，如果你係認真去睇呢一件事嘅話咧，你係需要自己去從多角度去睇，同埋去分析呢件事，而唔係人哋一個剪接出嚟嘅視頻，就簡單去對一件事去做一個定論。咁可能阿 Team 覺得呢件事已經發酵到非常之影響社會嘅一件事，又或者可能呢件事對佢嘅公司有某一啲影響，或者對於佢本人有一啲影響，所以佢就要出嚟解釋一下呢件事究竟係發生咩事。咁你話佢出嚟講呢件事作用大唔大呢？係有一定嘅作用嘅。咁但係網上邊片面支持嗰啲人去寫一啲負面嘅留言嘅話，嗰啲其實佢根本都冇了解過佢本人，去睇過佢本人嘅嘢。咁其實佢呢個視頻整咗出嚟去解釋嘅話，其實多數都俾唔到嗰啲人睇嘅。咁作為創作者，創作內容方面，我覺得係冇任何問題嘅。所以佢今次呢個有少少類似道歉嘅視頻呢，係為咗公關 PR 方面做嘅。無論咩事件都好啦，希望大家都抱住善良正面嘅心去睇咯。咁呢個世界先至會美好一啲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得閒吹水。